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早起会当代表北区大专学生中心来向咱兄弟请安。大先要感谢双连教会久长以来对大专工作的关心、带导甲奉献。咱拢知影，大专世界是一个复杂、佮充满挑战的世界，有真侪新的观念、新的思想不断伫遐冲击，新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嘛挑战这年轻的性命。咱想想，每一年有遐尼侪拄好高中毕业，咱讲拄好长大人，可能为无共款的所在去到异乡读册，必须离开家己的家庭、家己的故乡。不管这大学生外巧、外校读册，因为因较无社会经验，对生命人物嘛无遐尼熟悉。伫到这个过程中间，有侪的迷惑、困惑，无法度了解，需要人陪伴，需要人解释。特别中间有一寡有信仰的这少年学生，因愿意参加大专的团契来学习信仰。这中间会面对侪的挑战，包括对圣经的认识甲了解，以及对生活中间侪议题所引发的挑战，要怎样来回应这社会的挑战？通过今日早起使徒行传的故事，帮助咱来思考怎样会当伫这个对这大专学生的工作，咱有所参与甲学习。伫今日故事内底有两个主角，伊索比亚的太监甲福音的使者腓力。咱知影这两个身份人伫这无人的旷野中间相拄。这背后当然可能有圣神的安排甲带领，总是对这两个人来讲，这个相拄确实是真意外。到底是甚么款真特别的气力，互这两个遐尼无相款的人，不管是文化、种族、身份、地位，甚至心身的状态，拢无共款的人，伫旷野内底有这段真特别的经验。伫这个故事内底，旷野本身就有真特别的所在。咱知影，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来看，旷野毋若是一个譬如那定，伊嘛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经验。伊象征咱伫信仰道路顶头，可能拄着考验，拄着挑战。旷野嘛有可能是咱的生命得到成长。生命会得到丰富的所在，对真侪信仰经验较深的人来讲，旷野更较象征一种人怎样通进入家己的内心世界，去遐悄悄，去遐反省，去遐甲上帝的话相拄的过程。确实，伫旷野内底，人的生命可能会去用改变。伫今仔日故事内底，毋若是伊索比亚的太监，连腓力家己嘛改变。当咱读到故事的上尾的时阵，咱看见太监真做基督徒，满心欢喜，倒转去非洲。腓力呢，是去互圣神接走，后来伫阿索多的所在传福音。一直去到该撒利亚，伫这张图，咱通看见伊去的所在是不只无共款的地区。伊上早是咧耶路撒冷，后来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，结果主的使者叫伊往南边行，所以来到上下骹要通往加萨的路，其实遐已经渐渐要往埃及遐去啊。
是旷野、打蛇的所在。今日这个事件了后，伊去用圣神接去阿索多的所在，沿这个海岸做福音的工作，最后去到该撒利亚。咱知影对使徒行传后来故事读，就知影后来腓力变做一个非常有自信，也非常对福音有真深的认捌的一个使者。咱若读到《使徒行传》21章第8节到第9节的时阵，当保罗最后一届传道旅行的时阵，去到该撒利亚，伊就住伫腓力的厝。伫遐腓力去用称作传道者，伊的4个查某囝拢有这种宣讲福音的恩赐。相信今仔日这个故事，这个旷野的经验，通讲是腓力改变的一个真要紧的过程。这时的腓力，咱知影，伊拄啊离开撒玛利亚，主的天使甲因带讲，你着往南边行，伊就起身往南边行。虽然迄条路是一条爬远的路，伫遮咱看见腓力头前的路真无明，伊的内心嘛惊吓不安，愈行愈生闷。来到这个爬远人真袂习惯的所在，常常空气嘛愈来愈干燥，四围树仔景象一直咧改变。更较无想到的是，竟然伫这个所在拄到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。经文甲咱讲，这位太监是女王甘代基的财务大臣，伊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。即阵要转去，坐伫的马车顶头，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咱想象这个情景啊，两个真无共款的人，伫旷野的所在，伫遐相拄啊，伫遐相拄。圣神差派腓力，有伊的一个特别的计划啊。这位伊索比亚的太监是有特别的身份的人。圣经讲，伊去圣殿敬拜上帝。伫其他的故事内底，这种人会去用称作叫做敬虔人。敬虔人伫圣经内底就是指遐对犹太宗教有兴趣的外邦人，叫做敬虔人。所以这个人足有热心的，去到耶路撒冷要去敬拜上帝。但是咱知，照犹太人的宗教规矩，伊有可能无法度入去到圣殿的上内底，因为伊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，太监，伊的身体是有缺陷的。安尼一个人伫旷野内底，甲福音的使者相拄，圣神差派腓力去接近这个人。面对这个族群甲文化背景拢遮尔无共的人，但是内心对宗教却是较无的人，腓力要怎样去甲伊互动，要怎样去甲伊相拄咧？各位兄弟，咱的台湾今仔日嘛愈来愈多元，真侪无共款的人伫咱的中间。伫咱的身躯边，咱会开始拄到肤色、外貌、清楚，拢甲咱无共款的人。咱有时会去听无的语言口音，这人咱会当个叫做他者，就是甲咱无共款的人。有可能是为欧美世界来到咱遮旅游的人、工作的人，但更较可能咱拄到的是东南亚地区来的这外籍的劳工。实际上，伫疫情还未遐严重的时阵，咱伫中山北路对青年教会行出去，
往圆山啊方向行去，无偌久就会拄到一群，搁一群，或者会劳工，外籍劳工，因要去迄个圣 Christopher 天主教堂做礼拜。当咱有机会甲他者相拄的时阵，亲像腓力拄到即个伊索比亚太监，咱要怎样去回应这个人？同款伫大全世界，有位无同款所在来，背景无同款，出身无同款的这学生，怎样这大专工作者会当去陪伴因来帮助因呢？伫今日的故事内底，真要紧的是腓力甲圣神甲腓力讲：你紧过去，我近迄台车。腓力就走过去，听到太监拄啊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腓力甲问：你所读的，你明白吗？你所读的，你明白吗？太监回答：除非有人甲我开帖，我怎样会当明白啊？这句话对咱来讲，可能嘛是咱过去的经验。圣经咱拢有咧读，总是上帝话甲咱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关系？咱敢一定有明白？有时阵要甲人讲起这种福音的道理，人无一定明白。腓力家己上知，因为伫头前使徒行传的头前，无偌久进前，伊的同工司提反伫往犹太人传教福音的时阵，就是无法度去互理解，最后甚至去互石头甲啃死吼。无互理解是日常啊，生活中的日常。总是咱要问，为什么福音的话遐尼歹进入人的性命中间呢？遐尼无容易理解咧？确实，不管家己读，还是咱要讲互别人听，上帝话真理有时阵无遐简单。伫今日的经文内底有这两字真关键的动词，一字是所读的，一字是所明白的。这两字希腊文的原文其实足活，两个字根拢共款。anaginoske 甲 ginoske， 一个敢若是对外口入来，为耳孔入去；另外一个敢若是为内心会当体会了解。这两个中间的差别伫倒？其实，若了解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诚做桥梁来甲人陪伴共读。咱想象，若亲像一个头一摆行入咱相连教会的一个慕道友，还是咱所带来的朋友，伊伫遮听到的，听到牧师伫台顶讲道，听到这个咱的礼拜中间用的真侪这信仰的语言，甲咱伫遮做礼拜几若代的老信徒，迄个差别就是伫这个所在，有听有读。但无一定明白，所以这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是，咱所读的怎样会当通过咱的生命经验来做一种连接？这个连接真侪时阵是需要通过陪伴甲共读，诚做桥梁，甲伊连接起来。咱搁读经文知影。这位太监，迄个时阵伫车顶读的这段经文，是对以赛亚53章7节来。伫遐讲，伊亲像一只去用掠去杀的羊，也亲像一只伫剪门人手下的羊，恬恬无声，伊嘛无讲话。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感觉真熟，咱嘛真紧就会想到讲啊，这个经文。嘛是咧讲耶稣后来为了咱受苦的情景，因为这是咱伫受难罪期定定读的经文。做基督徒的咱，真容易就会当把这经文甲咱的经验做连结。
总是对以索比亚太监来讲，也是真侪亲像伊安尼，也未找到福音甲伊家己的经验中间的连结的人来讲，所读甲所明白中间也有足大的距离。何况咱想想，当你要去甲一个甲你完全无共款文化、宗教背景的人来传达这个信息的时阵，更较困难。咱知影福音来到真侪新的地区、新的文化的时阵，往往上困难理解的，就是基督为着人受苦这个道理，是真好理解的。结果咱看见腓力跳上车，背叛这位以索比亚太监。通过这个背叛甲强读，因两个中间开始有关系、有感情、有友情。一开始伫两个人中间，咱看见一个桥梁伫遐起造起来，这个是足关键的代志。当代真要紧的灵修作家Eugene Peterson 伫写的册内底，一本真出名的册内底，讲到咱今日读的这段经文。伫册内底伊安尼讲，腓力的经验在提醒咱，要伫所读甲所明白的中间搭一个桥梁。上要紧的毋是你会晓解释也袂晓解释这个问题，上要紧的是你愿意还是无愿意背叛甲强读的问题。Eugene Peterson 已经过往去啊，过去去用称作牧师的牧师常常咧教导牧师怎样更较深明白上帝的话。伊甲咱提醒，毋免烦恼，毋免惊讲我去陪人，我敢会晓解说。Peterson 甲咱讲，上要紧的是你愿意也无愿意。这个愿意背叛，这个违心，就变做两个人会让做伙认捌上帝话语的关键。确实，因带人背叛人，要付出真大的代价，时间、精神，佮规个迄种生命的态度，拢有关系。真侪时阵，咱较爱讲我坐咧下骹听人听讲道就好啊，听人甲我讲道理就好啊。叫我爱去陪伴分享较免安尼毋免啦。有一位圣经学者甚至举一个例讲，真侪时阵，咱亲像咧观光地区开一间店，专门伫遐咧卖旅游的地图，来遐观光客，咱就卖一张地图互伊，叫伊家己去看遐景点。但是腓力的故事咧，甲咱讲，有的时阵圣神的感动，毋是干那叫咱卖一张地图互人尔，是诚做亲像迄个志愿的导游，咱愿意陪伴这个人，甚至将咱看过水的景点，通甲因分享，互因去感受到这个所在的水甲价值，愿意帮助人。通过陪伴甲强读来解除内心的迷惑，这是咱今仔日基督徒嘛爱努力的课题。真有意思，经文到后壁，咱看见上帝家己咧旷野开路。当腓力上车，伊嘛毋知影搁落去的对话是甚物，问题是甚物，伊毋知一刻去。太监家己问问题啊！伊甲腓力问讲：“请问先知这段话是咧指什么人讲的？是咧讲伊家己吗？还是咧讲别人？”主道英段的作者安尼讲，腓力就开始对这段经文，对伊传讲耶稣的福音。腓力头一摆面对这种的挑战，要怎样将以赛亚的故事连接到耶稣？伊家己将家己的见证、家己的体会，就甲这位太监讲。
其实咱知影，太监的问题真特别。用咱今仔日较白话来讲，太监的问这个问题，其实伊家己心内有一个较无，伊想要甲即个话有结连呐。伊家己想要甲即个话有结连。所以咱会使讲，太监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，是真 personal 的。伊若像咧问，你来讲的即个故事，以赛亚咧讲的即个故事，甲我嘛有关系吗？以赛亚咧讲的即个故事，即个救恩，即个为了人受苦的即个故事，我嘛有份吗？这甲我有关系吗？各位兄弟，当咱身躯边的人，咱周围的人，咱的亲人朋友，感觉袂熟的时阵，伫遐讲上帝的这故事，敢甲我有关系？上帝这故事，我敢有份？当咱听见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这就是见证福音上好的时阵。通过陪伴，通过强读，故事就会转化迄个人内在的生命。伫这过程中间，迄位敢若羊仔伫迄个诊门的人下骹无出声的迄位，就是咱的救主耶稣，伊会呼召咱，将咱的故事甲遐个人分享，互因也开始连接因的生命经验甲上帝话。咱想象伫即个温暖的时刻，两个人坐咧马车顶，咯咯咯咯咧车咧行，四周围那亲像足安静，只有听到回力伫遐讲起耶稣的故事。迄个时阵，咱看见圣神开始伫遐做工，甲即位太监启示讲，即位受苦的羊羔的耶稣，为了证人死伫十字架顶。世间所有痴迷、丧香、咬喙焦、身体有欠缺的人，只要谦卑顺服，拢会当得到平安甲医治，包括太监家己。伫即台马车顶头，这两位安静佮谦卑的人，就甲上帝未改变的话相拄，共同见证上帝话所带来的愿望甲应允。耶稣爱咱有机会诚做陪伴的人，帮助遐个受苦的人，也将因未熟的性命交伫上帝话内底，互因破碎的心灵、性命也会当重新被塑造。其实咱嘛会当将即个经验用伫咱家己身躯顶，咱会当想象。行伫生命的旷野内面，耶稣有时阵嘛邀请咱上车，伫车顶伊要陪伴咱，行往生命更较丰富的旅程内底。到故事的上尾，咱听见太监真欢喜，伫遐看到旷野内底有水，伊讲看呀，遮有水。我敢袂当伫即个所在受洗礼吗？即句话若用搁较白话，就是讲有甚物代志会阻挡我伫遮受洗啊？而且咱看见旷野甲水泉，诚做即个故事内底上有意思的一个对比。伫大所的旷野内底有润泽生命的水泉，确实伫即个。那亲像真无可能的所在，伫即个真无可能的人身躯顶，却发生奇妙的事。各位兄弟，毋知咱还会记得，咱头一届伫正人面头前，也告别咱的信仰，诚做上帝囝儿，迄个感觉吗？迄个感受吗？兄弟姊妹，甲咱握手，欢迎咱加入伫上帝的家庭内底，是何等奇妙的经验！刚才咱嘛会回想，迄个时阵是甚物人陪伴咱？迄个时阵是甚物人伫咱也找袂到福音甲咱的生命的结连的时阵，
伫遐陪伴咱，甲咱做伙来甲上帝话相拄。无任何物件通阻挡人来愿意接受上帝恩典。所以故事的最后，当腓力甲太监做伙对水内底起来的时阵，是河顶水的一个景象。咱会当想象河顶水的一个景象，两个人入去水内底，我拢为水内底起来。咱想象两个衫拢澹漉漉，总是太监迄个原来打扫的性命已经无够打扫啊，伊的性命无够喙焦，亲像新不洁的性命已经得到水泉的润泽。对腓力来讲，这个经验一定真特别，甚至互伊恶想象，到底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结果，咱看见两个去互改变的人，太监真做基督徒，可能是非洲上早的基督徒，满心欢喜倒转去厝的旅程。腓力呢？咱看见圣神的风甲吹，互伊行无共款的道路。伊开始无共款文化族群、身份背景的人来成做福音的使者，真正奇妙。这个景象，通讲是这个故事水的一个结尾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上帝嘛邀请咱继续帮助遐伫旷野内底面对困惑的人、需要帮忙的人，互因会当经验到基督的同在，得到水泉的润泽。今仔日这个世界还佫有侪侪亲像伊索比亚太监的人，伫遐讲，若无人甲我开帖，我较会明白啊。希望咱会当跟缀腓力的脚步，行往人生旷野的旅程，可能会离开咱原来真习惯的所在，可能嘛是一种的挑战，一种的冒险。总是通过这个旷野的经验，咱有可能嘛无够共款，嘛会必去互上帝神来改变。这个故事也甲咱讲，福音的精神真特别。就算只有一个人，一个甲咱真无共款的人，只要咱也愿意陪伴，这就是福音的故事。咱要来唱回应诗。回应诗186首是真特别的一首圣诗，是甲咱双连教会关系足密切的宣教师Hugh McMillan 明友德牧师伊改写的歌词。歌词其实是咧讲以马忤的故事啦，耶稣甲两个学生要行以马忤的故事。但是这个诗歌嘛真适合甲咱今仔日的经文来做连结。嘛，咱较听唱圣诗的时阵，嘛想象咱嘛受邀请参与伫这个信仰的旅程的内底，也帮助咱更较思考怎样会当来帮助大专工作伫咱北台湾的需要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恩典天堂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腓力甲伊索比亚太监的故事，互阮定心思考，阮的调明以及你对阮的呼求。伫阮的人生路途中间，家己嘛有旷野的经验，嘛有时阵，阮会经验到身躯边的人也需要阮的陪伴甲回应。特别今仔日，不管是伫阮双连教会这个社区，也是伫大专的世界，也有侪侪需要你福音的光的人。恳求你赏赐智慧开来，互阮来对你的话做好的回应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